6月28號，時間咧就嚟到下午嘅5點13分啊！呢度咧就係深水埗嘅通州街啊！嗱，前面呢度咧就係通州街公園啊！出邊咧就好多公公婆婆啊喺度坐晒喺度啊，哇，人數都唔少噶，喺度應該係排隊攞嗰啲物資啦。有啲啊等非法嘅，因為呢度咧假期咧係會幫啲長者非法嘅，有啲義工啊，哇，太多啊！即係幾百人啊，起碼，哇，太厲害啊！呢度唔係獅子山下，通州街下啊，叫做。太厲害啊！佢哋大家在通州街下相遇上。嗱，呢度咧就係通州街天橋啊！好啦，呢條片咧去到呢度啦。